贈琉璃聚寶盆小擺設以及招財琉璃元寶一個，仲可以參加撈迷你元寶體驗。請令五路財神金箔套裝，為五路財神貼金身，即可獲贈琉璃聚寶盆大擺設一個，五色招財琉璃元寶套裝一份，財神金卡一張，方來財錢袋一個。同樣可以參加撈迷你元寶體驗，將迷你元寶同財運帶返屋企。此外，總辦事處捐款滿3000元，即可請令金財神一個；捐款滿388元，更可請令風生水起招財風車一個。所有福物數量有限，領完即止。祝願各位善信財運亨通，財源廣進，金銀滿屋。5一黃金周，財神活動在